台南市不动产服务置业工会今年适逢成立30周年，将伫咧9月26号办理会员餐会，并将餐会结合公益爱心。这也是理事长林英树接任工会8年来每年的会员餐会拢会举办的。林英树讲，工会成员拢是帮地产相关工作从业人员，所以要有回馈社会的心，来响应出治社会、用治社会爱心善举。自从接任8年来，每一年我们的会员的餐会，我们都会配合做爱心之夜。那我们也希望取之社会，用之社会，不要流于形式。为什么？因为吃饭很正常，可是做爱心真的要很用心因为用心的来关心一下一些弱势的族群。虽然我们工会不是商业会，我们没有钱但是我们的理监事们大家都很有爱心，我们就每一年我们都会拨一些，然后来捐助。但因为今年呢到了30周年了，真的是历史性的一刻，30年真的不简单，所以我们今年呢扩大办理那个爱心。那今年我们捐了20个社福单位，一个单位呢2万块。工会这次关注对象有南台南家扶中心、创世基金会、脑性麻痹协会等10个社福单位。25号这天，也由南台南家扶中心主任李宝良、华山基金会安平站站长李维珍代表接受。不动产职业服务工会在工会满30周年的这一刻，那汇集所有我们工会会员的这个满满的爱心，然后来支持我们家扶中心在台南这边陪伴我们的弱势家庭跟弱势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华山基金会呢，过去20多年来也一直在地照顾65岁以上的弱势长辈。那非常感谢我们不动产服务职业工会在年满30周年的时候呢，扩大的协助我们在地的公益单位。那因为我们一直也很希望说可以利用在地的社区资源，帮助我们在地的社区长辈。那也希望说将来我们可以携手在一起，帮助更多的弱势长辈。理事长林英树讲，希望工会这个举动会当抛砖引玉，号召各个团体共同参与社会公益。不动产服务职业工会，30有爱，服务无碍。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